而家我哋係進入最後一部分，即係第6部分，就係十字架靈修同聖母瑪利亞。講到十字架靈修嘅模範人物，係冇人能夠比聖母瑪利亞係更完美嘅，佢係最完美嘅典範。聖若望聖史記載，喺耶穌嘅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親。若望第19章25節，瑪利亞站在十字架旁嘅描寫，係反映住舊約亞巴郎從命獻子嘅故事。呢個我哋可以喺創世紀第22章1到14節揾到，嗰度係咁樣記載嘅。天主對亞巴郎講：帶你心愛嘅獨生子依撒格往摩黎雅地方去，在我所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，將他獻為全燔祭。亞巴郎將全燔祭用嘅木柴放咗喺兒子依撒格嘅肩上，自己手中就拿着刀同火，兩人一同前行。當佢哋到咗天主指定俾佢哋嘅地方，亞巴郎就喺嗰度建築咗一座祭壇，擺好咗木柴，將兒子依撒格捆好，放喺祭壇嘅木柴上邊。亞巴郎正伸手舉刀要宰殺自己嘅兒子嘅時候，上主嘅使者就從天上對他喊說：亞巴郎，亞巴郎。他答說：我在這裏。使者說：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，不要傷害他。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，因為你為了我，竟連你的獨生子也不顧惜。最後，亞巴郎取咗一隻公綿羊代替自己嘅兒子，獻為全燔祭。亞巴郎給那座山起名為上主召會照料。我哋睇睇瑪利亞，瑪利亞亦都係喺一座山加爾瓦略山上，將自己嘅獨生子獻作全燔祭。亞巴郎嘅獨生子背着木柴上山，瑪利亞嘅獨生子亦都背着木架上山。但係亞巴郎最後獻上做全燔祭嘅係一頭公綿羊，而瑪利亞犧牲嘅卻係自己嘅獨生子耶穌。佢睇住自己嘅兒子點樣被釘，點樣痛苦，點樣流血，佢將呢一切都默存在心。佢深信呢一切嘅發生都係天主嘅旨意，天主自會照料。所以教父們話，瑪利亞嘅信德係超越亞巴郎。喺聖母身上有種種嘅聖德，我哋作為奉獻者都應該效法。例如佢嘅信德、佢嘅愛德同埋佢嘅望德，佢嘅服從、謙遜、忍耐、堅毅、勇敢等等。作為寶血會嘅獻身者，十字架下站着嘅母親，佢喺痛苦中嘅犧牲，同佢喺黑暗中嘅磨難中嘅沉默，以及佢以永不熄滅嘅希望帶領同埋團結耶穌嘅宗徒們，
承擔起建立初生教會嘅使命，呢啲都係我哋特別要效法嘅。路加福音記載咁話，佢嘅母親把一切默存在心中。第2章51節，聖母嘅沉默唔係唔講說話，而係出於信德。佢深信天主嘅話，確信天主嘅計劃，知道天主自會照料。佢完全放空自己嘅心，放空自己嘅思想，空虛自己，將一切甚至自己嘅靈魂都交託喺天主手中，默默地成就天主嘅旨意。呢種沉默係極深信德嘅表現。聖母又係希望嘅典範。教宗方濟各喺2024年5月9日頒布咗一份2025禧年詔書，名為《望德不叫人蒙羞》。文件明顯係強調今日嘅世代需要加強望德。喺呢個文件嘅第24號當中，教宗話：天主聖母係望德嘅至高見證。喺十字架下，佢目睹親子耶穌無辜咁受難同埋死亡。佢儘管悲痛欲絕，但係仍然繼續重申佢嘅我願意，從未放棄對上主嘅希望同埋信靠。虔誠嘅信友一直都稱聖母為曉明之星，呢個並非偶然嘅。呢個稱謂係代表住一種確切嘅希望，即係喺今生嘅暴風雨之中，天主之母會嚟到我哋嘅身旁，幫助我哋，支持我哋，並鼓勵我哋堅持希望與信靠。十字架靈修嘅神恩雖然係特別賜俾咗寶血會，但係所有神恩都係為建立教會嘅，亦都需要向外流溢，同人分享。因此，犧牲與修和嘅生活見證係甚為重要。每一個神恩都係一份使命，一個召喚，參與基督救贖嘅工程，成為佢嘅門徒。See ya.